什么时候来？我被包围了。恐怕得等一会儿。你说的那个红派杀手阿青也在这里。什么？那怎么办啊？之前我是怎么教你的？狭路相逢勇者胜，勇者相逢智者胜。智者相逢，仁者胜，仁者相逢，道者胜。与其顾虑太多，不如放手一搏。师傅，我快扛不住了！小丫头，挺厉害。说，王胜在哪儿？大哥饶命！大哥饶命！我……快说！师傅，好，你不仁，我不义。他往哪边去了？他是我的，谁也不许抢！该死！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？大小姐，长老安排您在这里闭关1年，1年之期未到，我们也是不敢放您出去的，还请您安心修炼啊。站住！你是何人？哟，这么大的阵仗，我只是个过路的。快点走，快走！快！哎，是你？你怎么被抓了？师傅，你干嘛易容成道士啊？啊？这是王胜。师傅，史家都跟我说了。史家说什么了？史家说了，只要你束手就擒，史家好处大大的有。哼，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你们这帮无知小辈，看来要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。